上。专家有地位就讲咱出来得有5个人。是，大家本节目挑战阮的题目，过5关比奖金上侪35000，请各位砸上去哦。来，介绍咱两队来宾，是阮这边是乡镇主持人啦哎呦，阮的队长牛一国。今日嘛带队来啊，对啊而且拢带一排拢是主持人。哎呦，刚刚的啦。我是讲咱应该是通较轻松淡薄。是，无就好介绍。系啊，你来介绍啦。这拢是吼垃圾哦，哪里有啦？哪里有？垃圾哦，迄放上界的主持人。是啊，拢足厉害。介绍第一位。大家好，我是金宝哈，我即摆伫台南线上咧在主持节目。那一个每礼拜咧早起6点的，我甲一个香港的好朋友吼周启乐，两个人来主持咧台湾和香港的无同的所在。老员甲阮听一下啦。是派来赛去啊！欢迎金宝咧，来一个抓来去。嗨，大家好，我做罐头，我即摆伫咧高雄的成功电台主持即个网络的节目，每礼拜日下晡4点首播哦，这是我即摆拢做网络的节目啊，所以我负责即块安尼啦，平常时还有咧接即个活动主持。欢迎你哦，谢谢好，来一个抓来去。大家好，我是李婷，今嘛是伫咧国立广播电台台中好棒教育好样担任主持人。大家好。好，介绍来去。好，大家好，我是小乔，毋过我有2个名。哎呦，我一个名是国语节目的名，华语节目的名，另外一个是台语节目的名。我华语节目的名叫做小调，我的节目的名叫做城市乱想。对，我的台语节目叫做城市斗阵行。今日你这边的拢是啥物真好是是是我感觉你今日应该真轻松呢，为什么呢？因为这大家拢足厉害。拢足厉害，拢足厉害足够的。安尼你来要创啥？我来就是看我的初恋女朋友。我本人，对不可能。你哪敢讲这歹？甲大家解说安尼吼，因为迄阵我是发育期，我想要食粗饱，嘿啦。好，我今晚要介绍了啊，恁知道哦。好，来个介绍入去哦。来初恋。咱这队叫做好运的赵时珍，欢迎咱这个林志玲啦，钟欣凌姐姐。大家好，我是心玲，我今日要来亚奖金35000块。哦，所以讲你讲好运的得奖金，那歹运的，人伊刚讲以前有一个节目啦，就是好运得时针，歹运得盈盈。哎，有影。你有想过盈盈的心情吗？对啊，迄盈盈真可怜，你看紧来紧去，紧到一个袂盈盈，嘛是盈盈。对啊。盈盈都袂歹食。无啊，你通啊开另外一个水果啊。为啥嘞？丢榴莲嘛，榴莲啊，有啥嘛因食。对啊。你讲是唔是？对吧？今日咱一定会好运的啦，35000在等人啦。加油！俺拢穿咧身材足好的呢。哎呀，你叫我讲，伊拢足厉害哦。安无食。我足够走，足够走，足够受水。做运动的。做运动啊，足够欢喜。欢喜。啊，还有一个演过你的，跟恁做伙演电影。哦。跟我做伙演电影，真正。我请因自我介绍。来。大家好，我是宋晨曦，是演员啊。我上爱机械运动，爱动物，爱画图，读册，暑假加文具创作。好，欢迎你来呢。好，来个查入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博武，我的兴趣是爬山做 yoga，还有拍羽毛球。是。做来，这个就厉害。过来个欢迎我，我刷入去。大家好，我是游璇，我是一位演员啊。我甲美秀姐之前演那个恶女，嘿啊，因拄仔甲我讲，我是想恶女当时。我是那个厨艺教室里面哦，那个老师在你背后说坏话的。哦，讲你长得讲歹话就是我。好，欢迎你咧。讲我歹话哦。嘿啊，那个记起来。你啊，你是。嘿啊，咱袂当跟诚实嘛，来，好，欢迎我再来去。大家好，我是台南出生，个从细汉到大汉拢是讲台语，虽然讲无讲甲变过，也毋过讲甲拄多好诶。拄多好，可以啊，赞。别，我刚刚讲了真好，台南的朋友哦。可以啊。好，欢迎你哦，35000摕倒转去哦。加油哦！好，今日介绍咱台语国文老师。欢迎咱今天的国文老师陈鸿辉，陈老师捧场欢迎。水声讲台语，哪去个优美？哎呦，哪去个优美来？
已经来好啊，讲台语啦。没错今日咱的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大家来斗句，两队的家庭进行斗句比赛，请家己也是输斗入去空架内底，变成一句有意义的话，就算斗句成功。两队轮流回答，只要有一边的家庭斗袂出来，另外一边的家庭就赢咯。嘿，大家来斗句。你一句，我一句。好，来上重要就手放在零的顶面。听我讲，车手踏的时阵，才会当试哦。好，来，我要出题哦。上个咱车出题。请问赛车的时阵，上讨厌拄到什么，会互人规巴都会。哦，赛车的时阵上讨厌拄到什么四个字哦，会互人规巴都会。来，咱车手答。好，好来，上赞的主持人。啊，来，哈哈，嘿嘿。赛车的时阵，嘿，上讨厌拄到弄红灯的，就是四个字哦，弄红灯三字。弄红灯的。哦，弄红灯的。会互人规巴都会。哦，弄红灯的老师，安尼对唔对？对。好，来。赛车的时阵，上讨厌拄到马路三宝，会互人规巴都会。好，马路三宝啦，老师对唔对？丢。赛车的时阵，上讨厌拄到警察临检，会互人规巴都会。哦，警察临检啦，老师对唔对？对。嘿啦，对，来。赛车的时阵，上讨厌拄到手机啊亮，还互人规巴都会。哦，手机啊亮，嘿，来，老师对唔对？要不要讲啊？来这边。赛车还是上讨厌拄到连续车祸，会互人规巴都会。哦，连续车祸啦，老师对唔对？对。嘿，真好哦，来手表妹。赛车的时阵，上讨厌拄到囡仔吵闹，会互人规巴都会。哦，囡仔吵闹啦，老师对唔对？好。嘿，安尼蛮危险，好来。赛车的时阵，上讨厌拄到踏车时阵，会互人规巴都会。哦，踏车时阵啦，老师对唔对？好，先互你好。来，赛车的时阵，讨厌拄到饮料车道，会有人规巴都会。是啦，饮料车道啦，老师对唔对？好，对。来。赛车的时阵，上讨厌拄到连续假期，会互人规巴都会。连续假期啦，老师对唔对？好。来。赛车的时阵，讨厌拄到下班时阵，下班踏车。下班踏车，是。都加他车已经啊，有啊。赛车的时阵上讨厌。哦，汽车无油。汽车无油啦，老师对唔对？好啦。来，赛车的时上讨厌拄到玻璃起雾，会互人规巴都会。玻璃起雾啦，老师对唔对？好，对。嘿，来。赛车的时阵，讨厌拄到零气拍气，还互人规巴都会。零气派气啦，老师对唔对？好。车做这代志哦，哈。有。赛车的时阵，上讨厌拄到车链破链，会互人规巴都会。哦，车链破链啦，老师对唔对？好。这种真危险哦，来。赛车的时阵，上讨厌拄到有人逼车。逼车啦，哦，有人逼车啦，吼，老师对唔对？对。哦，来。赛车的时阵，讨厌拄到头家卡来，会互人规巴都会。好，头家卡来，老师对唔对？现在略过哦，来哦。赛车的时阵上讨厌拄到科技计划。
啊，科技执法，因为现在都无下科技，欧北话车我道我了解，我意思你四个你爱讲好对。科技执法，执法，执法，确定哦。计划。科技执法，来，老师科技执法对唔对？哦，英小花唔对。啊，是不是讲了科对？技执法，是，好，来，不要紧，分数先。恭喜上站得了1分哦。来，咱来听老师啊，来解释，来，老师。啊，拄则迄个科技执法，迄个执，迄个爱合喙，合喙吼，啊，搁变管执法，哦，小可啦，差小可啦，嘿，是。好，来哦，手放在另个顶面哦。第二题来哦，三题咧有哦，嘿，要甲恁动脑一下哦。听我讲，车手代表咱当试哦。好，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大家拢想要安怎，就一定爱安怎。嘿，大家拢想要安怎，三个哦，三个字哦，就一定爱安怎，嘛是三个字哦。好，来，咱请手答。哦，来，大家拢想要赚大变好嘢，就一定爱高赚钱。哦，变好嘢高赚钱啦，老师对唔对？对。嘿，来，大家拢想要变少年，都一定爱装水水。哦，变少年爱装水水啦，老师对唔对？好。哦，来，大家拢想要起大厝，就一定爱骨力赚。哦，起大厝骨力赚啦，老师对唔对？好。嘿，一定爱安尼哦，来。大家拢想要对流行对流行，就一定爱看网络。哦，对流行啦，爱看网络啦，老师对唔对？好，伊没问题。哦，来分数。啊，恭喜上站得了第2分哦，赚到。好来，你刚刚莫名其妙嘞，莫名其妙。就这个机会，搁再强调一遍，正确的音是网络。网络对啊，当然你讲的意思会当了解啦。啊，这个音搁小可巧节就好啊。没问题。对流行吼。嘿，对，对流行就爱看网络，嘿，落去袂像网络，有然。嘿啊，好，谢谢老师。不要紧，还有一题哦。第3题。好，还有一题哦，变互老师看哦，手放好好哦。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伊安怎的模样，真正正安怎？哦，伊安怎是三个哦，三个字哦，真正正安怎两个字。来，咱请手答。好，来，好呢。伊食物件的模样，真正真高真高水哦，食物件的模样啦，真正真高水啦，老师对唔对？来，好来。伊目眶红的模样，真正真可怜。哦，目眶红啦，真正真可怜。对。哦，来。伊挂目镜的模样，真正足缘投。哦，挂目镜足缘投啦，老师对唔对？来，今日我希望来。伊讲白菜的模样真正真可哦。讲白菜真可啦，老师对唔对？好。可以。伊晒性的模样真正真趣味。哦，晒性的真趣味。哦，老师对唔对？好，来，伊洗目尾的模样真正真迷人。哦，洗目尾真迷人啦，老师对唔对？来。做物件的模样，真正做物件的模样，真正真迷人。迷人已经有哦。哦，老师真正真认真呐。哦，做物件真认真呐。会当做别项，无卖讲物件。哦，做料理的模样，做料理啦，嘿，真认真呐。好，嘿，来，伊背头毛的模样，真正真美，真漂皮。
杯头。伊杯头章真标配，老师。是杯头章真标配。伊啉烧酒的无油真正真了然。哦，啉烧酒真了然呐，老师对不对？来，伊啉酒醉的模样，真正真危险。哦，烧酒哦，酒醉哦，差不多哦，搁改一个，搁改一个。是，伊赛车的模样，真正足专业。什么模赛样？车的模样真正真专业。哦，赛车啦，真专业。咧赛车的模样，真正真专业。哦，伊咧赛车的模样真正真专业，老师对唔对？对。哦，来，伊讲英文。英文的模样，真正真厉害。哦，讲英文真厉害啦，老师对唔对？有一个问题哦，什么？这个讲爱讲英语啦，不是讲英文啦。嘿，英文是用看、用读、用写的，也听甲讲是英语，所以应该是讲英语安尼啦。哦，对，大家注意哦。英文好，谢谢老师。哎，其实安尼大家拢有学到啊。对对对。不管是音嘛啥吼，字要到安那呐，一定要有一个理由。吼，是拢有学到啊吼。不过咱无分数不要紧哦。不要紧啦。好，来，咱先看一下分数，来看咱上赞的主持人。今嘛莫名其妙得了3分哦。嘿，啊来，咱这边好运到时间。真认真，但是无分数。正讲得到3分，莫名其妙啊！莫名其妙3分。好，今日的第2位啊，手搭定歌机。手搭定歌机，两队派出一个人来手搭，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隆重进行5条题目。嘿，手搭定歌机。台语望看卖。哦，台语望看卖，就是要望内面的物件哦。是。其实是一种武器。哦。武器。所以你等下摕爱说你，无会造成伤害。嘿，对，爱说你哦。啊，望的时阵哦，较轻者。伊哦，我看伊应该是无什么尖啦。啊，而且我头仔甲恁讲，一种的哦，品种哦，真侪种哦。哦。这品种真侪种哦。今日哦，即马放在遮是有色的。有色的。有色。啊。对。准备好啊！把手看头前哦，台语望看卖，请开始。讲到下猪头望较尾哦。叉，真叉，甲叉有关系哦，无关系啦。高叉水啦，甲炒菜有关系，甲料理有关系，甲料理有关系。珍惜，较定。女性讲到咧顿卡，这个物件台语到底是咩样讲咧？好，来，准备好，把手看头前哦，台语望看卖。请开始，轻轻啊，甲阮讲感觉哦，望着下猪头望较尾哦，有哦，对，等等叉菜叉菜用的叉菜，嘿，叉，你要叉啥啊？我刚甲你讲两个字啊，两个字，叉，真叉，甲叉有关系哦，无关系啦。伊无一定要用叉的啦，无一定要用叉的啦。高叉水啦，高叉，对，哦，水哦，你甲我试一个材料包的。好来，老师，锅叉对不对？唔对。好来，换你来干哪？等诶，甲炒菜有关系，甲料理有关系，甲料理有关系。对，珍惜，较定。好来，老师珍惜对唔对？对。来分数。恭喜哦，咱上赞得到1分哦。好，
好，来，咱请老师来解说哦，哈，来，老师，那有咧用的，有咧台语煮菜，应该拢知啦，吼。是啊，但是这拄只迄个美秀姐有咧讲有啥物无共款的，应该是讲迄材质啦。材质啦，材质无共款。嘿，塑胶的，还是讲迄个白铁啊，还是柴，吼，拢有啦。嘿，啊，迄个煎甲煎两种音拢有人讲，煎时拢有人讲。是，对。不要紧，咱搁有啊，等恁开市哦，吼，来，今年活人。第二位啊，吼，我好的阿肥肥遐拢还未开呢。无要紧啊，无要紧，我跟你对付梁鹤群就好啊。跟伊订高机就好啊。真正吼，好，等下甲阮摸一下，吼，啊，轻轻啊对伊较好一下。好，赶快啊摸我招魂，头甲尾拢啊摸甲厚才会出来。这真正哦，这哦，我来讲哦，这若去无得卡安尼手互伊夹着，哎呦，长骹长手拢会哦。是。好，啊，甲阮摸迄形出来了后，你甲讲一下，迄是啥物物件？对。吼，自头到尾较温柔的哦。好。毋过我即马阮甲定掉啊，你袂惊？我甲定掉啊。虽然伊有喙齿，阮甲定掉。嘿，而且哦，这大汉哦。哎，愈来愈大。大汉哦，迄大汉可能是咱遮较大哦。有可能哦，有哦。好，来，目睭看头前，台语摸看卖，请开始。请摸。啊，摸我招。好，知影就紧嘞。啊？上摸爱摸着喙齿啊。知影就来。你继续下位。哇，自头到尾拢爱摸甲厚。伊摸起来有门啊，会伫碰床顶管。啊，做囡仔足介意的。做囡仔足介意的。啊，也毋过我毋知影伊台语要怎念。啊，我甲咱讲。国语出来，好，啊你甲家己。啊，不要紧，反正我若是无讲出来，我嘛希望边啊即个阿璇会当讲出来。真好。绒毛娃娃。绒毛娃娃。啊，娃娃就是。因为阮要伫的是国台语。不是，你要什么型？哦，伊是啥物款的？啊，甲你讲啦，动物啊。绒毛娃娃的啥物款的绒毛娃娃？买迄只动物就对啊。布昂啊，对啦，布昂啊，伊是啥物？来，什么布昂啊？什么动物？我无摸甲脚歹势。小。我拄摸到迄个触感，我的回答。哦，安尼哦，好，你讲绒毛娃娃。哦，布昂啊，布昂啊，我问哦，来，老师，布昂啊对唔对？就是要讲迄个物件呢，毋是。因为伊还未摸到，来，咱即摆机会一定爱互人来。啊，你会使继续摸啊？嘿，你哪个继续摸啊？虾米鱼？哦，那首歌，但我不知道它。虾米歌？你唱看麦。哒哒哒哒哒哒。花鱼。哦，确定哈。好，来，老师刷鱼对唔对？你敢会当个讲一摆？来，刷鱼。好，互你对。赞！哎，有一定的酒呢。嘿，无唔对啦，咱就是讲刷鱼，上侪人讲啦，吼，因为鱼有腔口差，所以有人可能是讲刷鱼、刷鱼，就是上侪人讲刷鱼，无唔对。是，嘿，好，不要紧哦，即摆1-1啦，今日讲话人哦。先问一个金宝啊，进前阮录影的时阵，你拢头前看，你会感觉就是足简单的吼。哦，有不愈来愈困难呢。敢咩？哎呀，这对你来讲应该是真简单。是我先问一个阮有的，是有的，你上惊啥？我惊猪肚甲迄拉牙。哦，即马内面这个物件吼，对恁来讲应该是较无对啦。伊是死伫遐呢。是啊，无唔对啦，嘿。真正是死伫遐呢，嘿啊。不过咱嘛是对伊较温柔一无错。啊，死偌久啊？哦，死真久啊！死真久会变臭。而且这为外国死入来。你讲臭有影？有味啊，有味，迄有味的。所以讲拄则有味着，迄淡薄气味安尼。有吼，嘿，迄有一个会就死真久啊嘛。嘿，而且这为外国死入来。嘿，毋知死伫啥红豆啦，我嘛毋知。加油啦！好，来，目睭看头前哦。好，大家望看卖，请开始。望。哎呦，知影就要坚持啊哦。哎呦，这啥物件？来，知影坚持哦。知影坚持。哎呦，来。
哦，对啊，哦，来哦，对啊，吹了，什么感觉？皮啊有应该是内面可能有钱，有钱嘿，是底钱的物件，底钱的物件有对，正花树风啦，细细嘎嘎，细细嘎嘎，哦，细细嘎嘎，是细细嘎嘎，是，所以你讲嘛是啥物？回丢皮包啊，哦，哎，三厘哦，哪里？皮包啊，好，好，来哦，确定哦，确定哦，确定。好，来，老师皮包啊对唔对？好，就记得。勇敢讲出来就对啊啦，来，恭喜这个第2分哦！来，咱请老师来解释。这吼各地无啥共款讲法，啊，甚至有的人可能就是固定讲法啦，吼啊，但是其实有无共款讲法，是，吼，有的人是认为讲一定爱迄个有干有通干，迄才叫做皮包啊，啊，毋过就是这嘛会当算皮包啊，就是讲皮做啊咧放算钱呀，一寡物件的一个细项的物件，所以讲皮包啊有人讲啦。嘿，啊，当然有人是讲无讲皮，伊就讲钱袋啊，就直接讲钱袋啊嘛有，嘿，啊有的人可能会讲皮夹啊，就是讲迄个皮夹迄个音啦，啊，所以有无共款讲法安尼，是，你拄好有着。哦，我知影啊。系啊，因为我看你一直在丢毒，到底是要饲，应该是你早就知影吧？哎呀，小牛姐。哎呦，金宝啊，那心足好的啦，要交朋友啦，真正要交朋友的啦。好，不要紧，咱搁有哦，等下就别当尿啊哦。别当尿啊。好，来紧的换人。咱唯一的女性是李婷，定啊卡的定，定啊卡的定，哇，你台语真好呢。对啊。吼，你台语真好的。不过你咧广播的时阵，你敢有讲台语？基本上阮咧广播的时阵是以华语为主，啊有当时会透揽一寡台语，因为有当时是为着要按照来宾有当时讲话迄个关系，阮配合伊安尼。嘿，袂歹袂歹，啊你上惊啥？我上惊活的物件，就是不管虫拖啊，还是讲细卡啊、蛇迄种，我拢会惊。哦。我嚟讲，就是因为哦无医生的问题，所以死的啦，尸体，对，来，我要问一个，阿文，你上惊啥？女朋友，女朋友，所以讲这是真真心讲出来的女朋友哦，所以这是秀，尊重啦，尊重啦，是，我即摆甲你讲哦，内面的物件。应该大家拢穿会着，恁女朋友嘛穿会着。哎呦，啊，毋过我都毋知有遮尔啊浪漫无。毋知安怎摸才摸会出来。嘿，因为啊，伊即嘛是死的。对。浪漫哦，是浪漫哦。来，咱目睭看头前，台语望看麦，声开始。嘿，甲阮讲一交文哦。嘿，知就紧来试哦。嘿嘿，知就紧来试哦。好，来。每一个角度拢爱摸着。这摸起来敢若是塑胶的材质，塑胶的材质。啊，若讲头拄有天气，我想到应该是落雨天的时阵会用到。哦，落雨天的时阵会用到。所以，敢是2字？你讲看麦。雨满甲雨衫应该拢会使。是。雨满。对，好，确定。好，来，老师，雨满对不对？对。哦。太温柔。恭喜记得1分哦！赞。来，咱请老师来解释。除了雨满、雨衫以外，嘛有人是用文言的讲法讲雨衣啦，啊嘛有人可能搁加一字的讲法讲雨满衫啦。安尼，嘛有人安尼可能讲3字的，啊当然也是雨满雨衫上常听到。对啊。是，真正要变互大家看，就是咱即马即对鸳鸯啦。哦，有。等下鸳鸯要来啊。是。啊，咱嘛要摕真的物件哦。好，好来，咱今日换人。来，鸳鸯水啊来啊！是冤家水啊，是鸳鸯水啊。我感觉是冤家。袂啦，人因拄啊感情真好。真好的啦，嘿啦。有影这查甫嘛温顺啊，温顺啊，查某嘛是安尼体贴吧，就是啊，两个拢真久无落啊相拄啊。是啊，毋过拄则甲恁讲内面吼是可能因为
医生的问题就甲我算一个，有一个歪，这是歪。哈，哦，我要问一个我的阿肥，阿肥你惊啥？我就惊迄落一粒一粒放做伙。慢慢的。嘿，你知影有一款周子无？父子蟾蜍。因为嘿，伊后伊的迄落。爱囝的周子。爱囝爱一粒，我就惊迄，也是迄落。比如讲有即侪糖是迄落两个时阵一粒摆做伙，我就惊。啊，还有迄落莲花头。对，莲花头。一工。我会惊迄款。密集恐惧症啊，就把你就那迄个西行区迄个莲蓬头咧。拄我讲过叫莲花头。莲花头，哦，那个叫莲花头。哦，对，台语我嘛唔知。哦，啊，哥哥你咧？啊，我懂，我惊的物件当然是我的水某咯。是惊伊安怎哟？开业绩。对，伊就是伊甲阮囝拢想要开了我的钱。是啊，安尼真好啊，你会认真趁钱啊。系啊，敢讲要开别人的钱嘛唔好啊。安尼唔好，搁较唔好。其实我看伊三番会拢唔惊咧，是啊，毋过这是歪，这个物件是歪。啊，这个物件会喘气，会喘气，会吐气的时候拢烧。对。啊，敢会足活泼咧？袂活泼啦，就是顺啊啦。爱家人袂？哦，若无做会造成伤害。无细腻啦，看恁两个啊，规整个看你哦。看我拢在看我知。好，来，咱台语望看卖，请开始。长长的，长长的，有头有尾，阳长线。代志唔是戆人想的遐尔啊简单。徛有道，徛有道。啊，老师啊，这个答案讲会真勉强。没啦，没啦。冤家相答，答到上尾，什么人会当提走奖金呢？好，来，咱台语望看卖，请开始。啊，歪哦！啊，你会唱你？啊？哎呦，伊敢若蛇咧，足长咧，足长。来，哦。来，塑胶，长长的，长的，有头有尾，有头有尾，嘿，是不是歪？是不是会喘气？唔是，唔是歪，就长的，嘿，就长的，嘿，啥物物件？我知影，创啥你用的？有时阵，迄个插头，电线无够长的时阵会当用的。哎呦，真正的吗？啊，你叫什么？是叫什么咧？叫什么吼？哦，唱嘛？嘿，来哟。叫什么嘛？嘿，叫什么啊？阳灯线。哇，阳灯线。哦，袂歹呢，我来问一个哦。好，来，老师，阳灯线对唔对？老师不上上。哦，来，阮肥肥的代志。唔是戆人想的遐尔啊简单。因为我这个无缘的鸳鸯，是伊敢若无着伊的后壁。好，后壁尔，嘿，你无着伊的头前。你会使讲讲啊，伊的头前长，上头前喙垮，中间有一个所在会当饲。其实这个物件应该是对主持人的。休息室内底，迄个困的迄个所在摕出来，因为伊是雨衫，会当较真侪的物件。雨衫会当较真侪的物件啦，听好。会喘气无？有当时会喘气。有影。有，搁会庆烟。舞蹈。舞蹈啊！但是这我小提示一下，是，你袂使干那讲舞蹈，因为传统的舞蹈是。体啊，足大地，是一道的，真气舞蹈，因为啊，徛的舞蹈，真型啦，徛的舞蹈，哦，好，来，我问老师哦，来，老师徛的舞蹈对唔对？对。老师把你改音啦，你这老师你也要做效果嘞。应该有一个名词，因为这都新的啦吼，啊，我本来是欢乐你会叫迄个中文的名吼，啊叫字念啦，
啊，所以你会当用较口语的方式讲，这是好的啦。啊，当然有的人会感觉讲用徛的舞蹈，那像无声名。啊，有的人会讲，就是用徛后壁倒一个色，就是意思讲是徛的方式的舞蹈，即徛色舞蹈。吼，有人会安尼讲啦。啊嘛，有的人就讲，因为要强调就是徛的嘛，吼，所以就是讲徛色。挂舞机嘛，有人讲啊，徛色舞蹈啊，徛色舞三机等等啦吼，就是讲这类的啊，所以口语的徛舞蹈是算会当接受啦。嘿，啊，就算卖直接讲迄个中文的迄几字安尼啦。是用口语的迄个啊，就是像拄阿翔讲的吼。唔是一般咱迄种的舞蹈，嘿啊，所以因为是安尼咧用的，所以是徛起来无唔对啦。徛起来，嘿，是。啊，老师蒸汽台语要安怎讲？咱就一般讲蒸汽，就伊有蒸汽火车，嘿。啊，老师啊，这个答案讲的真勉强。没啦，没啦，没，哎，已经口语啦。好，来，咱即马就请鸳鸯甲水啊，先登去，咱来报一下分数哈。来，下回。嘿，来先看分数，看咱这边上赞的主持人，即马分数2分。嘿，啊来这边好运掉时间的咧，分数3分哦。嘿，好，来，要搁继续哦。是，啊，即马1万块成本。啊，对，我袂记讲，哎哟，阮的迄落啊有水啊。来，咱甲迄落奖金啊，送互咱这个好运的这边，奖励1万块。好，进来继续哦。我替你抱不平啦，加油啦！哎呦，不要紧啦，进来咱的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斗阵拼输赢，拢总有5条题目，两队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进行5题了，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这个回合就敢若3个答案，就是 A、B、C。好，啊，等下听到我讲，咱请是答案的时阵再试，无对方拢会偷看。有影，会互相看来看去哦。好，来开始哦。上个，咱请出题。请问台湾科技界甲演艺界吼有一个迷信，安怎讲呢？伊就是吼要互工课顺利的时阵啊，安怎吼才会使保庇迄个机器卖出问题咧 ？A. 大平安符。B 做工课的时阵卖穿内裤，C 放迄个乖乖这个点心一个机器内面。好，来，0到10秒的时间，来，同啊落啊，同齐讨论哦。吼，这应该卖穿内裤，不是讲爸爸就卖穿内裤这样。我感觉这是应该是送分题啦。好，来go， 4、3、2、1，时间到。来，咱请起答案。哎呦！哦，是哦，是，5条命拢是 C， 这边嘛是5条命拢是 C 哦，你嘛是选 C， 这应该是你拢真知哦。对，这世界拢有啦，有人迄个赛车的人嘛有咧放这个点心伫咧车顶，拢嘛有。哦，你赛车的人嘛有。是科技的，科技的界。啊，你会放在囡仔身躯的无？有可能甲伊拔掉的，安尼嘛，伊嘛会乖乖。哦，原来这个有啊，煞好吼。是。我要问者咱广播的，好罐头，你嘛会安尼吗？伫咧这个广播室内底，我拢看到这个工程的师傅，工程师拢会甲这个乖乖这点心放伫咧发射机啦，是讲一寡。机器顶悬，保证伊即个发射，啊，佮有机器的运转，拢会当24点钟安尼运转，袂晓断去。好，咱正确的答案是。大家拢已经真了解嘛，拢有经过啦吼。啊，总是就是拄则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一定爱放迄个外包装是青色的。是。啊，因为所谓青色，就是会感觉讲是一般来讲，机器咧运转啊，吼，迄个正常的灯号是青色。啊，可能若是有故障啊，有啥物问题，可能会出现黄色、红色。所以若要放，就一定爱放青色外包装迄种的啦。所以这应该大家拢真了解。啊嘛，可能因为安尼这啊，互这个出乖乖吼，乖乖这个公司
应该是趁袂少吼。哎呦，亲像我同款嘛是趁袂少，对。好，以上5名过落对哦。来，麻烦替我试者后一题，咱继续。来哟，上个咱请出题。请问拍扑仔光会使形容什么时阵的天色呢 ？A. 透早天未光 ，B. 黄昏的时阵 ，C. 暗时的月光。来，恁有10秒的时间，今日讨论哦。是透早的，还是黄昏，还是暗时啊？哦，嘿，来讲4、3、2、1，来，时间到，请起答案。哎呦，来，咱这边5条命拢是 A， 吼，来这边有 A、B、B、C、C， 来。我感觉讲这拍扑仔光，敢若讲迄个暗，啊，敢若要光安尼。哦。啊，这应该是甲透早同款。哦。透早同款。对啊。哦。啊，黄昏就是讲要红啊，啊，就是伊会光起来嘛。啊，光起来较暗，拢有分别。其实嘿，我肥肥，我唔知影什么意思，所以阮就分开安尼。哦，方向会对，安至少有一个会活的。对啊，继续改名就好啊。嘿，啊，不过阮若是唔是 A， 啊，因全部都拗出来。系啊，对吧？拍谱嘛 ，A、B、C 拢有哦。咱来看，正确的答案是即马大家拢暗公教吼，汉你汉你早起来，所以嘛较无机会去讲到这种事啦。铺就是铺色，就是迄个人讲鸟鼠色铺色，迄个铺。灰所以就是得要光要袂光，迄个时阵的状况啦。另外一个讲法是麻木啊光，有无共所在无人讲法安尼。所以拍扑仔光甲麻木仔光拢是咧讲迄个时阵的天色。是。你唔是一题，你也是边盘看你哦。好，来上个咱请出题。请问咖喱联络这个词吼，有代志开始的意思。啊，你敢知影咖喱联络原本是咧讲什么呢 ？A. 时大规工细细念 ；B. 戏出开演进前的锣鼓声 ；C. 鸡仔透早的叫声。好，来，恁有10秒的时间。咖喱联络。对，是迄落啊，时大你细细念，啊是讲戏出开演的锣鼓声，吼，啊是讲鸡仔透早的叫声。5、4、3、2、1，来，咱请起答案。有啦，风险拢甲分开啊，吼。来 B、A、C、B、B， 吼，啊这边是一个 B， 嘿。咖喱联络，我感觉是 B 的这个锣鼓声，锣鼓声，较正确啦。你感觉较正确？应该较正确。你感觉是 B？ 因为阮是演员，较早拍戏，我拍戏。歌仔戏，腔来听，观众来听，我们表演啦，叫人听意思啦。你感觉是 B 啦？嘿，是咧锣鼓啊声啦。哦，嘛有道理哦。好，来，咱看一个哦 ，A、B、C 拢有啊。正确的答案是。这有我讲法是讲是古早吼，咧搬家咧戏进前吼，的迄个要开演进前，要叫人来看戏的迄种锣鼓声啦吼。是。但是嘛有人讲无一定干那家咧戏，这个开演才有安尼。所以落尾就是大家较多数就是讲，就是戏出要搬进前。就是有锣鼓，就是嘛是要请人来看，互人知影讲这要开始啊，紧来看安尼。好，来是后一个，来啊哦，上个咱请出题。请问万道的菜佛跳墙是安怎号名的咧 ？A. 和尚吼搬墙位啊偷食 ；B. 福寿全的音慢慢啊变来
C 就是伊内底食材伤高级。这个菜是足香的，所以讲佛祖会偏着，然后出来食。啊，甲跳过去。这接近的答案是 A， 你选的是 B 嘛？你是福寿全的音变过来啊？变过来，嘿对。你无可能拢是迄个 A 这个答案呢，无可能。特别拢 A 吼。系啊，哪有可能？系啊。咱来看正确的答案是。有跳墙是安怎号名的咧？讲过等来报你知哦。来，30秒的时间，嘿，来哟，嘿，花香花香啊，头食啦。哦，也是福寿全的音去演变过来啦，也是食材伤高级。好，来哟，5、4、3、2、1，好来，咱请起答案。两个 A， 一个 B， 吼，这边是 A， 你选的是 B 嘛？你是福寿全的音演变过来啊？变过来，嘿对。你无可能拢是迄个 A 这个答案呢，无可能。特别拢 A 吼。系啊，哪有可能？系啊。A B 哦，吼，啊，咱这边是 A。因为木有讲的。无。因为我有印象讲，这个菜是足香的，所以讲佛祖会偏着，然后出来食，啊，他跳过去，对，跳个墙啊去食，对，所以讲上接近的答案是 A 甲 B 哦，咱来看正确的答案是。B。大部分拢看到迄字面啦，吼，就是讲好食甲连即个佛祖嘛要搬枪啊过来讨食呢，吼，啊，总是这就是字面啦，啊，这形容其实是古早有迄个福州人吼，福州人就是无意中去食到即个鸡肉鸭肉浸伫咧迄个绍兴酒的酒甕仔内底煮的迄种料理的方式，哎，感觉足好食的，啊，伊怎转来了后，怎伊算一个官员，啊，怎转来请伊的总铺照迄个方式煮看卖。啊，结果伊个总铺想讲，啊，敢若鸡肉鸭肉敢若有较疗效，佮加寡物件，嘿，啊，加的物件其实这嘛就听讲有一寡演变的过程啊，就讲头先可能想讲啊，无加寡海产，哦，啊，无佮加寡猪脚筋，加寡什物吼，啊，就安尼愈加愈细，连落尾连粉椒两下加落，啊，愈加愈细，互你到落尾就变做，其实台语的名是讲杂菜鸡啦。好，谢谢老师。哎。我问错啊！好来，你这边哪会这么高？啊，你啥人无甲因讲咧？无啦，我本来想的嘛是甲老师拢共款，差不多就是这。差不多。是，所以这2万的奖金要放喺度。啊，送予咱的上赞主持人。啊，上赞主持人进前嘛有了，是5000踏起都25000咯。好，咱今仔来去小记，我来排，加油！俗语我来排，当中有5组的题目，大家轮流甲正确的俗语排出来，剩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1票1000块，奖金就互恁全家砸转去。嘿，小记我来排，全家抢奖金。无边奇妙，摕到偌济奖金，啊，摕到25000块啦！啊，参详愈饲愈紧愈好，啊，通啊讲，袂当唔多，袂当甲饲，袂使替人饲。好，来，咱麻烦第1位小梁哥哥来排队吼，排队的小排队了，通啊讨论哦，但是袂当甲饲哦。好，50多秒哦。好，来，咱请开始。平安什么？就是吼，正确过来。草地什么坐大位？亲家坐大位。来，西德有。无西平道，无西平道。哦，正确过来。勇勇啊马，北地什么？中棍条。中棍条。哦，正确过来。地什么？军队高起。地唔肥，地唔肥。
这有两种啦哈，有的人讲猪唔肥，肥位高去；有的人讲猪唔大，大位高去。啊，意思差不多啦，吼，什么意思？就是应该爱肥的是猪，唔是狗，因为猪是饲内要饲好足肥足大只，啊要卖嘛，卖较有钱嘛，吼。啊结果煞无肥，啊煞迄个无咧做代志的狗啊嘛，咱嘛袂食狗啊，袂刣狗啊，所以狗啊肥也无效安尼啦吼。啊，但是即句其实大部分啊，即马也是讲传统观念，就是会用来讲。算做到重男轻女的观念，会讲，若是厝内后生较唔精壮，啊查某囝颠倒较有出脱的时阵，就会用即句来讲，你唔肥肥位高去，啊当然这是较重男轻女的观念，是，啊另外迄个养马拔地将军挑，将军挑其实是以早要抬牛抬马的进前，甲牛甲马拔个一个挑遐，迄叫做将军挑，啊当然意思是讲，就无法度发挥甚至就是拢乌有去啊，因为就要死啊安尼吼，啊死就又无死兵刀，即个兵刀其实是出家人的自称欠，就是讲足欠虚的，感觉讲家己收到还阁真欠亏啦，还阁无够。啊，草地亲家坐大位，这是有另外一句类似的是讲草地母牛坐大位。啊，意思就是讲，虽然是对草地来，可能对都市的这个亲戚角度看，那像这个草地这个亲家是较可能清查各方面可能较输，但是呢，因为是亲家，无论伊的清查安怎，咱还是爱用真这个大礼以礼相待安尼就对，爱甲尊存安尼，嘿，对，以上。好，谢谢老师。来，即摆看者奖金偌济？因为阁剩25秒，所以奖金就是25000块啦，恭喜！再甲拄啊好，对啊。是好，咱即摆今日去颁奖。颁奖，来，2万块啦！如果真厉害啦，莫名其妙，刚刚摕到2万块，莫名其妙呢，真正莫名其妙，对不对？凭实力。好，今日谢谢咱的郭文老师，感谢咱的陈凤辉陈老师辛苦了。社会讲台语，全家有智慧。全家有智慧。斗阵变得意。祝你大家拢欢喜。再会。谢谢，感谢，谢谢，吴杰哥来，谢谢，谢谢。